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顶17个立委去中国北京访问，伫下晡4点，嘛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伫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见面。鲍坤基希望讲，中国会当来开放自由行团客来台湾进行花莲的观光哦，加进口一寡台湾的农渔产品。王沪宁是表示讲，这次访问对两岸关系有积极的意义。咱国内学者是分析讲，中共是想要透过甲国民党交流，边缘化台湾政府。认真听简报，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集人鲍坤基率领16位立委到中国北京访问，再去参访小米超级工厂。鲍坤基学了小米汽车比特斯拉更加紧、更加实用，爱加买几台啊！一行人也到自动驾驶示范区创新运营中心体验坐无人自驾车。诚挚的希望大陆能够开放陆客团到台湾，尤其台湾的百年都需要这些观光团到台湾来，台湾各县市的这些农渔产品能够顺利的销到大陆来。整个车况非常平稳啊，也没有用急刹车的方式，那感觉非常的安全。正拄到国会开议期间，加上花莲一条地动尾，国民党立委出访真受到关心注意。鲍坤基强调，早在2个月前就沟通规划，国民党立委17人访问中国是展开破冰之路，希望两岸关系顺利发展。中国应开放自由行团客到台湾，进行花莲的观光，也争取台湾农渔产品外销中国。对国民党立委访问团成员，包含各委员会团出席中国要求，目的是伫上短时间完成国安5法的修法。国民党团讲这是不实的讲法。不过，民进党的郭国文就点名黄仁接听完江南国做的机密报告，人就随团到中国，积极向中共降服。而黄仁委员之前才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当中开过浅见国造的秘密会议。那这一趟去，他到底跟中共交流了什么？跟谁交流了？交流了什么内容？有没有跟统战部门的人聊过？这应该要交代清楚。中国大陆政协主席王沪宁伫下晡4点，也甲国民党的访问团见面，强调这次访问对两岸关系真有意义。学者分析，中共目的想要甲台湾政府边缘化。这个国民党立委去中国访问如果说今天真的能够让这个中国愿意宣布不管说陆生陆客的开放。或者说农产品的这个禁令能够解除，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或许当然它有它的政治意涵，就是要边缘化我们的中央政府。学者指出，立委若是用干涉国安的条件，像是修改国安5法、排除人员、科技产品这监管，换取中共放出利益，唔那影响民众观感，也威胁咱国主权，好有采取对等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